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我是永恒，看到我都要第一来运动的哦。今日先生要教的是芭蕾瑜伽，芭蕾同瑜伽做一个结合。你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能放起来同来做运动。运动之前，请准备一个像安尼凳的，可以臀束并的，可以扶着的手把的凳的。冇有练的耶，冇有轮的耶，准备好了哈，准备好了，请能同下来做运动的哦。芭蕾脚的位耶，好看下呀，看一下下脚，好下放来，练习脚的位耶，红的手可以用的腰的一片打开来，用的内侧肌做一个旋转，好打开。記得咯，肚子數放來哦。經常嘅身體有外放來麼？有外一片麼？還是師傅有翹放來麼？記得嘅師傅唔可以安尼哦。好，有個人呢會壓住，好，師傅會翹放來，同嘅師傅數夾緊，這個才是正確位置。好，屁股要夾緊，肚子數放來，唔可以變安尼哦。有個人站姿站喺個處哦，伸出來。可以哈，係，從嘅腳下放來，打開來，下放來，聽輪先生同下做哦，按佢扶正嘅凳呢。芭蕾基本動作係鼓，你的蹲，你的鼓會越好，你下擺跳舞嘅時節，會跳得更好。鼓係所有跳躍動作嘅基本動作哦，鼓放來，鼓下去。還有個人呢，有看到嗰多人翹放來，安尼係唔錯嘅哦，要豎放去，係要夾緊。切切的下去，切切的上來。剛才這個有像安尼翹放來嘛，清楚哦。啊，可以哈。再看下正面，加雙手。又係 TV 嘅，更加可以數嘅運動。可以靠你的手，加上優雅的一個動作，你的眼珠可以靠你的手，睇你的手去做運動。又係第一位置，好，變下來，更加來 T-V 嘅重心的轉移。好，喺中間咯，唔可以變安尼哦。好，出去，扔下去，腳掌扔下去，骨盆我睇中間，唔可以出去，唔可以骨盆向地下。有尷尬望，看下骨盆先過來，慢慢的過來，到好正中央。又係 T-V 嘅，加上鼓。3，再改嚟側彎腰，數過來，好，更加咁樣嚟動作。前面移到旁邊，再後背，再數過來，先練腳個，踢出去，慢慢的移到你的旁邊，再後背，骨嘅正面，
也是一、二，記得咯，我嘅腳，我嘅髋關節打開來唔可以變安尼哦，冇翹上來哦，打開喺中間咯，骨盆，好，慢慢地拉到後背，再過來，加上數，一、二、三，過來。可以嗎？可以啊，加上一、踢、二、踢、後背，看清楚了嗎？前面踢上去，小踢腿，旁邊。後背，好了，在地畫圓，一，畫一個半圓形，半圓形呢。一的時間看前面，繞在旁邊的時候也是一樣看前面。後背的時間可以沿住看的數，再過來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按緊加加上按你腳踢嚟哦，提上去，把個腳壁，帶後背。再放下來，好，我重心要轉好，重心我移到這隻腳，一隻腳變那個強，按可以扶喺我把杆紅，一，慢慢移到旁邊，到後背，點地，再過來，前面。慢慢地數過來，啊，起起，跳起，天輪線上通下走，在地畫圓。踢上去，撈喺腳壁，後背，慢慢地數過來，更加穩片的哦。穩片的時間要記得臀嘅，等呢，反呢嘅另外一片去，檢查哦。冇必好，不要晃來晃去哦。準備好啊，來彎腳哦。一、二，看數。更加重心移到嘅另外一隻腳，伸出去，畫圓，到旁邊，到後面，再數過來，在地畫圓，睇天來方畫一個半圓形呢，過來。
前提，旁边，到后背，数过来，伸出，再一次前面，到旁边，到后背，点地，再数过来。后背，点地，深呼吸，鼓，可以缓和你的肌肉。所以呢，侧弯腰。鼓上来，鼓下去，再弯偏。今日动作記得了嗎？明日如果團線上同下來做運動哦，好好運動，還能下次再來了。